各位投資者，喺潔淨能源嘅浪潮下，有一隻太陽能股正發出耀眼嘅信號。佢就係 Sunrun， 股票代號 Run。你知唔知佢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 0.44， 遠超市場預期嘅 0.26。呢個強勁表現，究竟係預示住太陽能未來嘅無限可能，定係你錯過咗嘅下一波財富浪潮？立即深入探索。Sunrun 唔單止係一間公司，佢係全美領先嘅住宅太陽能、儲能同能源服務供應商。佢嘅核心業務就係將太陽能帶入每個家庭，高達85%嘅收入都嚟自太陽能系統。佢哋嘅願景係將地球變成由太陽驅動嘅星球，呢個就係佢哋喺新能源市場嘅巨大潛力。講到投資機會，Sunrun有一個數據真係好吸引。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， 市場預期佢嘅回報係 0.26， 但Sunrun嘅實際年化回報卻高達 0.44。呢個超預期嘅表現，證明咗佢喺新能源領域嘅強勁增長潛力，值得我哋深入研究。再睇埋增長數據，Sunrun嘅 EBITDA 複合年均增長率高達驚人嘅 0.84。仲有，喺過去90日同365日，Sunrun嘅表現都遠超納斯達克指數同整個科技行業。呢啲都強烈顯示咗佢嘅市場領先地位同持續增長嘅動力。而且，市場對太陽能嘅興趣亦持續穩定增長。Google 搜索太陽能嘅趨勢圖顯示，大眾對太陽能嘅關注度係持續向上嘅，意味住潛在嘅市場需求。同時 ，RSI 指標喺39.7，可能暗示股票目前處於一個潛在嘅超賣區，值得投資者密切留意。不過，風險都係要睇清楚嘅。Sunrun 嘅盈利能力面臨挑戰。過去幾年嘅 EBITDA 利潤率、每股盈利資產回報率同股東權益回報率都係負數，甚至有惡化嘅趨勢。呢個係投資者需要警惕嘅重要信號。財務健康方面，Sunrun嘅負債權益比率喺過去幾年持續上升，由 0.91 急升到 3.13， 槓桿水平較高。而佢嘅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亦都非常波動，曾經出現大幅負數，反映公司喺現金流管理上可能存在一定壓力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